了解吼，讲啊那公司结婚2年，即摆才办，我这欧洲式的啦，欧洲式的拢先试看卖啦，好再来。你讲的是试吃呀？大家给我拍一个波啊，这新郎秘书。欢迎来宾的光临。这10位来对于亲戚支持甲爱护，请以后会用继续甲支持，继续甲爱护，感谢。你卖个真错人哦！即摆话你10年，你个叫人爱护啊你。哇，今天的婚礼不同凡响，你看有飞哥、还有于大哥、邢木大哥这么多，我们演艺界的各个大哥都来到现场了。每次一有婚礼啊，我们师徒2人平常人讲都跑不掉。是啊，没有办法，以前没有秀场，现在秀场变成到这婚礼上面。以前都在赌场碰面。非常感谢，多谢，谢谢，多谢。祝福我们这一个陈姐跟她的这个先生这个李兄能够白头偕老。我们刚刚在要来参加这个婚礼的车上还在研究，奇怪为什么拖那么久才结婚呢？是不是有囡啊？祝福他们，也祝福我自己。永浴爱河，这个哪个单位的？这个龙兄虎弟是开什么玩笑啊？龙兄虎弟，收视第一。祝龙兄虎弟节节高升。谢谢祝红白胜利，节节高升。谢谢设计师。请记得订阅 YouTube 台视官方频道，并按下订阅的小铃铛，按下荧幕旁边的影片，就可以马上看到更多有趣的影片哦。